每日當我打開個水喉，流出嚟嘅東江水都會令我諗起長輩嘅說話。呢啲水咧係嚟自我哋嘅祖國㗎。作為飲東江水長大嘅香港人，今日我想走近呢班為東深工程奉獻青春嘅前輩，聽下佢哋講述嗰段難忘嘅歲月。Hello， 陳主任你好。莫總你好。我哋建設嘅時候跟拍嘅一啲相片。喺東深供水工程做咗30幾年嘢嘅陳戀，係嚟自一個典型嘅東深家庭。佢嘅老爺黃偉堂係東深供水首期工程嘅建設者，曾經徒步幾10公里去巡查水渠，風雨無阻。今日睇咗呢個展覽啦，同埋頭先聽到阿陳主任你講嘅呢啲佢哋嘅故事，我真係覺得香港今時今日咁嘅飲水嘅一個保障真係非常之難得，所以我哋香港人咧一定要飲水思源。如今陳戀接過長輩嘅使命，用科技守護東江水，續寫2代人嘅循渠故事。我爺爺呢有時經常都同我哋講啊，雖然科技發展咗啊，但係個責任心係唔可以丟嘅。從人工循渠到智能監測，陳戀見證咗東深供水工程從保量到保質嘅跨越。佢哋守護嘅唔單止係水，更加係一代代建設者讓同胞飲上好水嘅承諾。為了這樣一個承諾呢，我們更應該銘記歷史。喺橋頭鎮嘅學校同埋展館入邊，大家都會經常見到一個身影，佢就係莫劍良。一直堅持用自己嘅方式去講述佢爸爸嘅故事。當時呢座山呢，我哋劈開咗半座山之後呢，跟住尾振東呢就建水井啦。莫劍良嘅爸爸莫康平係東深工程嘅第1代建設者，佢哋用雙手搭起咗香港嘅生命線。當年呢，佢講呢，一架颱風落步戰肯定影響工程建設噶嘛。咁佢哋嗰啲戰友呢，一齊跳落個地基去。用水桶。用面盤嚟撥水，建設工程呢非常之艱苦。當年佢哋喊個口號，佢就要高深帶頭，用河水倒流，希望能夠一隊隊咁傳承落嚟。莫康平用扁擔挑起嘅唔單止係泥同埋石頭，更加係一個時代嘅希望。而莫劍良用宣講傳遞嘅，用筆寫低嘅係一代傳一代嘅精神火種。60年一條水脈，2代人生生不息。東深供水工程從解渴到提質，從生命線升級為大灣區發展嘅血脈。佢哋一齊訴說住東深精神嘅變同埋唔變。變嘅係歲月，唔變嘅係奔流不息嘅東江水，係灣區共融嘅使命。佢哋用唔同嘅方式守護住同一份家國承諾。